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增加5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风声讲 AZ 疫苗头两季要减少产量，恐惊是影响到咱台湾摕到疫苗时间。风头的方向有改变，地区西部下摆空气吹来到北部，气象局也建议讲拜五进前北部的空气拢无讲解报。船长陈慧成因为涉嫌着渔船走私毒品案件，函馆落甲关8年，但是该判无罪啊。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5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这5个人拢是对菲律宾来的查甫移工。虽然讲因入境的时阵有摕阴性证明入境，不过因也是检疫期末了后自费采检，所以过来检出阳性。那准针对这款有时阵检有，有时阵检无的情形，指挥中心也当咧找专家研究讲，看要安怎处理。朋友们，大家午安。国内讲增加5例新冠肺炎境外疫例确诊个案，拢总来自菲律宾，也拢有坐飞机进行3天的检验阴性报告。这5例确诊的女性移工，20到30几岁，2月初3坐同一台班机来台湾，入境拢无症状，检疫期满采检也拢阴性，而且拢无症状，自费采检才确诊。对最近国内有几多例伫咧国外确诊或者是入境有核酸检验阴性报告，验过来台湾了又搁验出阳性有抗体。对这种情形，指挥中心讲会请专家研究安怎处理。那日后对于这样的一些检疫期满以后，再验的那怎么样评定或是后续的疫调处理也好，我们再请专家再进一步的研议。指挥中心讲，伫国外疫情依然正严重，每100个入境到台湾的人就1个到2个北确诊。若是一天至少1000人入境，算起来就10个北确诊。这么伫全世界拢伫咧开始做新冠预防针，尤其是牛津的 AZ 疫苗，因为无需要超过分临床，如果列伫咧疫苗全球主力机制 COVAX 核酸疫苗内面。伫国际上，大家拢在抢。验过这么传讲 ，AZ 疫苗第1季、第2季产能减速，是不是影响咱国内摕到疫苗的时间？指挥中心讲，到这么也无接到通知。如果他在提供的量或时程上面如果有变更的话他们应该会先通知我们。如果有发生那样情形，那我认为我们国产疫苗可以接得上来。如果他的货真的不够，他就选择他损失最小的地方，往那个地方去走啊。哪个合约赔得最少，就先废止那个合约，或者不执行那个合约。另外，伫最近美国加州传出有新型变种的病毒株，传染力比其他的病毒株悬出19%到24%，也出现抗药性。指挥中心讲，伫最近美国总共出现2种新变异株，其中一种是西方加州变异株，这种甲造成咱糖变群聚的病毒株同款，拢带有 L452R 的突变。国外研究发现，这种病毒株的传播加致病率拢提悬，不过威力无英国变异株遐尼强。记者综合报道。在咧疫情期间，因为有机组人员无遵守防疫规定，地区指挥中心甲规定变更较严。新制度施行了后，有有9件违规，不过大部分拢是无设立的。也因为对3月开始边境管制要放零了，目前有咧规划讲，机组人员的居家检疫可能是对7天放零到5天。去年底，中型航空的纽西兰籍机师，伫轻视驾照无挂喙，暗过伫检疫期出国，随后确诊，也着发现伊违规出国期间传染予台籍朋友。因为去年机组员传出几件违规案件，指挥中心今年起实施加严版，机组员伫厝检疫延长为7天。现在上路1个月话，接到航空公司自主通报9件违规。可能在国外，他应该要留在房间，可是他为了要去拿食物，可能就不小心打开门离开，他的监视系统就启动。那大部分违规都还算不是刻意的，目前看起来。指挥中心掌握违规情形，包括检疫期间出房门到贩卖机摕食物，加采检后就是会当出外，不过就算不是条故意，也是违法。因应国门3月起将渐渐开放，指挥中心也证实将放定机组员防疫措施，让业者调派较方便。初步方向，提出检疫由7天缩短为5天。这些个案大概9个案子里面有7个个案是航空公司自己来通报的。那换句话说，比较信任航空公司有在对于相关的一些管理的这些事情有在尽责。那如果他航空公司这一层有尽责的话，那发生的案例又是零星的个案，那会考虑把时间缩短来。
即卖加强版机组员检疫方案是伫厝检疫7天，了后要执行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7天，袂当坐大众运输工具。出外强制挂喙罨，禁止出入卖场等同齐区域。放凉了后，会当缩短检疫天数是5天，也毋过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是延长为9天。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也在研究中，有计上境后礼拜确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过年的连续假期了后，就是国内旅游小季。所以来政府敢有其他的补助措施来刺激咱旅游消费呢？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讲，所以来是希望以转型甲创新为主，袂搁再提钱补助国内旅游或者是营运补贴等等的方案。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观光业损失严重，再加上春节过了后，国民旅游会较少。交通部是不是会搁推出国民旅游的补助，也引起各界关心。交通部长林佳龙2、5到金门视察金门大桥工程进度的时阵表示，现阶段是以推动国民旅游为主，也鼓励民众到金门旅游，全力来支持金门变观光。期待年底能够如期的来通车，能够整个带来金门的发展。那现在就是以国旅为主，能够多来金门地区旅游消费，那帮忙撑过这个最辛苦的时刻。经过交通部的统计，去年来台湾旅客人次是137.7万人，但是因为目前各国疫情也搁持续，边境也还未解封，观光客无法自由旅游，旅游业者敢来当靠国民旅游来支持。林佳龙表示，交通部进前会纾困进行3.0实施到6月，后续是不是还有经费实施，必须要由行政院来评估。目前观光局有针对第2季提出一寡支持观光业的方案，也毋过已经下令要求重新检讨，希望后一阶段是以转型创新为主，毋是搁以国民旅游的补助，还是营运的补贴为主。你应该是要把它分阶段哦，大型的是什么，中型的是什么，小型的创意又是什么，让这些业者呢也能够做到雨露均沾、共襄盛举，这才是良好的政策。业者认为创新甲转型并无简单，尤其是小规模的业者根本就无什么能力做大型的创意，这需要靠真长的时间去培养。所以政府应该爱护创新国民旅游的明确目标也甲范围，亲像文创行程安怎设计，接待旅客的服务、解说、导览，也是硬体设施要安怎提升，补助的条件佫是啥物？政策明确，大家知影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气候变化，风头的方向有改变，地区西部的空气污染也拖来到北部咯。暗头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红色警示，台北市环保局也特别提醒北部民众，讲即阵歹空气会到拜五，也建议民众较莫出外去拍照。为高架桥顶远远望去，台北101大楼拢伫个蒙雾中看袂清楚。北部地区中昼过了后，空气品质快速恶化。徛伫南口大地远远望去，四周的大楼差不多拢叫雾盖去。气象局伫观音山所设伫的即时观测影像，有记录到空气污染刷入来的一个影像。中央气象局局长陈明典分析，低海拔的云海刷入来云顶增加，代表地面的空气垃圾愈暗，代表盆地内的空气品质愈差。这种背风涡旋就要往北移动。那移动到台湾北部的时候，就会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就会看到这种霾或者说雾啊，甚至低云啊移进台北本地。那这个前年通常蛮清楚的哈，所以如果说有从高空或者说从远处看，那这边界非常的清楚。台北市环保局监测，受到风场偏东到东南风的影响，台北市艋舺甲大同尾仔的空气品质已经达到红海的顶级，双北甲桃园当中有9个测站也出现红灯。环保署对北部地区发布红色警示，建议所有族群爱减少户外活动。新竹苗栗甲中部地区、岛内甲潮州地区空气品质也出现感色的灯号，敏感族群也爱减少户外活动。口罩就一直戴着这样。毕竟那空气品质它是累积的，它还小。那我们其实小时候我们空气比较好吧。礼拜5，北部地区红海会持续，西半部的新竹苗栗到高屏空气品质也无好，全台湾敢若宜兰花东的空气良好，金门马祖空气品质是普通。环保署预测日7礼拜6东北季风增强了后，北部空气品质才渐渐变好。也毋过南部地区因为闪方面，可能也是有污染物的累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4签署行政命令，讲要强化半导体等4大关键产业的供应链，也讲到要加强甲东派合作，也希望讲会当甲台湾、日本、韩国组成一个无中国参加的科技供应链联盟。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讲，进前甲美国签的 MOU 就是要深化台美的产业合作。
美国总统拜登日是签署行政命令，对半导体晶片、电动车、大容量电池、稀土、药品这四大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展开100天的审查。进前，伊甲国会2大党议员伫北京会面，讨论美国目前当面临供应链欠缺的困境，拟定强化措施，并且要甲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甲友伴密切合作，渴望甲台日韩这盟友打造起中国化的科技供应链。 Here it's shown the vulnerability we have in some of the supply chain, including the PPE that we needed badly but had to go abroad to get. And there are current strategies of these little chips here for automobiles. I didn't realize how many billions of chips are in here. 北京互人问起到台湾要安怎回应美国提出的晶片需求的时阵，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友伴，双方已经进行建设性对话。伫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进前，北京已经甲台湾方面联络，想要解决车用晶片欠缺的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美国官员提起到有甲台湾展开建设性的对话，这是指进前的台美经济友伴会议 MOU 的头一张产业座谈，后续会陆续安排台美合作密切。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的设备，还有很多的 IC 的设计，其实是跟美国有很密切的合作。台湾是美国长久而且有信任的伙伴关系呢，这个是毋庸置喙的啦哈。整体上当然是正面的看待哦，也对于我们也乐愿跟美方来深化相关领域的一个合作。拜登的行政命令提起到甲台湾、日本、韩国、澳洲这些国家合作，这个新联盟是不是有可能当作台湾进入 CPTPP 的一个机会？王美花表示，并无遐尼一定的牵连。美国这个行政命令内容比较较为美国产业的观点，也较为美国国家的需要来想的。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有学生甲联合国嘅发展署申请实习，却发现讲要写居住地竟然无台湾这个选项，明明伫去年也阁有啊。但台湾外交部也表示讲，已经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啊。 联合国发展署网页关键新来5位实习生，伫中央的蔡依兰都是来自台湾，相片边也阁有国旗。受到疫情影响，联合国2020开放远期实习征才，蔡依兰顺利申请做回发展署头一届远期实习生，伫民主部门参与创新内部训练课程。 我是第一届的虚拟的，就是这样子的远距的实习生，然后所以他们就是才会那时候才会就是想要积极推广，透过这个6个月的实习，就是让我收获很多，然后也更认识到就是联合国的体系的事务是如何运作的。 蔡依兰本身就对国际组织的工作真有兴趣，进前也捌到海地教中文。目前当地法国读硕士，也希望将联合国的实习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加侪台湾学生也有机会加入。只是2021年，当学生要申请第2届联合国发展署的实习生，却发现居住国家乱位，无台湾会当选，甚至也无其他名称的替代选项，只有中国甲香港。甲蔡依兰当时申请的状况无共。 去年的时候还有台湾的选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选国籍、在选居住地的时候，我都是点选台湾。面试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个15分钟的简短的分享。我们都会透过外馆去抗议、去接洽，然后我们这种情况也会让我们的理念相近国家知道，透过看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管道去促请他们做改善。 进前也捌发生台湾人想要参观联合国大楼，提护照放弃在伫门外的事件。外交部表示，当然希望青年朋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拄到不当称呼也是不明系统矮化国际现象的时阵，外交部拢会要求外管向对方抗议，佮接洽管道促请竞争，会继续设法努力改善。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2009年，屏东的东港发生一桩渔船运送毒品案件。迄当时涉案的船长陈辉胜甲船头家林正良，去互判刑18年。其中林正良后来是伫咧2018年该判无罪，不过船长陈辉胜却是含管落狱，去互关8年外了后，在今仔日也该判无罪啊。 押出法庭变轻松，家己渔船运毒案，互判刑18年的船长陈辉胜，高雄高院25早起再审判决改判陈辉胜无罪。
2009年，屏东东港渔船防查核跨国运毒，涉案的林正良甲陈慧成因为运输一级毒品害落因，拢共判刑18年。也毋过两个人拢法完往。2018年，林正良被判再审无罪，共案的陈慧成，伫去年10月23，高雄高分院裁准再审，陈慧成结束封关押2966天，即马总算等到中刑自由的这一天。看要安怎来规划我。后壁要安怎做虾米工课安尼尔？你系有啊？这个船长哦，这我那真歹讲啊。甲阮斗下手，无阮今仔无阮才斗下手，阮无遐迄个机会啦。谢谢啊吼。家庭陪同亲自出庭听判，感谢关家辩法协会协助，洗清枉屈。审理程序中，就是申请传唤他到庭作证，那由他的证词来说明当时的情况，并且清楚地说明当事人是不知情的。运输海洛因是重罪，法定刑是死刑、无期徒刑。那本案并没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他因为载运这个物品而受有金钱等利益。甲林正良无侪理由同款。运毒案关键证人林经群到案证述，伊无甲陈慧成讲纸箱内底 DVD 机台藏有毒品，也故意隐瞒。当初只是因为陈慧成渔船要返来台湾，才找伊。另外也无证据证明陈慧成运送纸箱啊得到收留，认定伊确实毋知影，该判无罪。专案检方依然会当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地方法院的法官朱中和去向指控讲，伊对2年前开始几落摆上班的期间，拢无请假，煞走出去钓鱼种菜，甚至是乱报加班费。这个案件经过庭改法院的审理，25判决也出来了，认定讲朱中和的行为破坏到司法形象，判伊要罚薪水1年。不过，司改会说认为讲现有的机制拢无法度伫咧监督者的司法官。穿西装挂目镜，62岁朱中和是台南地院法官，伊被指控2年外前开始，几落遍伫上班时间无请假出外做私人的代志，抑阁涉嫌申报不实的加班记录。经检察院弹劾通过，庭改法院这部法庭25判罚薪罚1年。被负惩戒人他也有辩驳啦，说他他也利用午休时间啊，或者是假日加班啊，他觉得可以补足他上班时数的不足啊。大概概估只有是他同一期间没有在法院办公的时间的那个1/3而已。对于他的出勤，我们稍比其他的公务员有一点点弹性，也许他可能在这个弹性上会有自己的认知，可能会跟目前法令上的限制有一点落差。强调朱中和不论是上班表现正正常，也毋过警方单位尸变搜证发现，伊有15天无请假出外，走去钓鱼种菜，点伫法院的时间只敢若2-3点钟，合议庭认为伊无自律，行为破坏司法的形象，处以罚款。伊也互人查出，甲涉入实务欺瞒的好野人王某忠有不当的接触，甲接受伊的礼物。最重要还是在品质嘛，敬业精神、品质。整个审判的品质、判决的品质，但是我们现在整个司法没有办法去处理，说他有没有态度不良，有没有这个品质不佳、判决品质不佳等等，这个整个的管考其实很有问题。民间的司改团体认为，现行的司法只敢看效率，制度无完善，欠缺监督，也无强化淘汰机制。就算是法官的态度歹，审判品质无好，依然有调查加审判权。这嘛本来应该是维护正义的司法官，上班偷早班，做歹模范，损害法官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梨花风电码头当咧赶工，毋过2日所有民众发现讲施工人员甲港口的海洋废弃物好起来了后，所以用竹牌甲一寡粪扫再去外海拼掉。彰化县政府除了用着违反海洋污染防治法，甲因罚100万以外，也要追究报偿的责任。这个工人伫咧海面上看起来真无形，也毋过镜头扭我看，竟然是甲牌仔顶的废弃的鱼网，也个规堆的粪扫直接等咧海，过程拢互钓鱼的民众翕来。彰化县环保局去稽查了解，工人也承认甲大海当作粪扫场。你当然就9到3万。互找到的这寡工人承认确实甲粪扫等咧大海，代志发生伫咧2日。有民众看到因乱弹粪扫的过程，这是彰化彰滨梨花风电维运基地外包厂商的工人，甲港区好起来废弃物，再到外海去弹。将抽沙之后，
造成的垃圾、渔网、塑胶等等的，再度以胶法运到海中把它抛弃。你摕政府的钱，你都安尼用，你无照正常的程序来用啊。为了要发展丽华风电，将兵丽华风电维运码头第一期工程伫去年8月动工，预计伫2022年年中完工。第一阶段会当提供10只船停泊，提供丽华风电维运服务。但本所的是港台进行工程的包商，官府讲未追究责任。后续所有的工作船，它都必须加装相关的 GPS 的一个定位。同时，弃置点我们也会扩大要求范围，有安排那个潜水夫啊，及那个工作船啊，是做竹筏，还有那个一些工人去做补救这些。包商讲，这是第一遍发生这种情形，除了会加强员工的教育，也会派人把废弃物好起来。彰化县政府除了要求爱加装 GPS 管控这款竹牌下，也依照海务法罚20万到100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 COVAX 利是运送头一批60万剂疫苗去到非洲国家加纳，免费替民众注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发出声明表示，讲这是 COVAX 初步配送的一部分，未来也会免费提供18亿吨的疫苗给较散切的国家。全世界对抗新冠病毒进入新的里程碑。世卫组织主导的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COVAX 第一批60万剂有风险，利是运送到西非国家加纳，免费替民众注。Today we are at the Kotoka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Accra, in Ghana, and this is really a historic moment.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e first batch of COVID-19 vaccines through the COVAX facility. 这60万剂只是 COVAX 初步配送的一部分，未来打算伫2022年年底进行，分21吨到世界各地，包括免费提供18亿吨给较散切的国家。另外，以色列一项大型研究显示，由美国辉瑞加德国 BioNTech 药厂共同研发的辉瑞 BNT 疫苗，病毒的保护力确实真好，注2吨有风险了，病毒的保护力会达到94%。就算敢若注1吨，14到20天了，也有57%的保护力。这项研究利是也登伫咧新英格兰医学期刊顶头。To some extent, yes, we were surprised because we expected that in the real-world setting, where cold chain is not maintained perfectly and the population is older and sicker, you will not get as good results as you got in the controlled setting of the clinical trials. But we did. The vaccine worked as well in the real world like it did in the clinical trial. 怎么世界各国拢伫咧注有风险，互人正期待会当等到疫情发生进前，会当自由出国旅行，无封锁措施的正常生活。怎么也有人开始伫咧讨论，以后民众若要出国，是毋是拢爱注明有注过有风险？英国人权团体 Liberty 就坚决反对实施疫苗护照，认为伊会加深对上弱势族群的歧视，并且互原本医疗资源就无平等的情形更加害。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东京奥运因为疫情影响延后1年，不过运动选手为着要争取因奥运的积分，因隔一段时间拢会出国去比赛。回来了后，该进行2礼拜隔离加自主健康管理。体育署近期宣布讲，指挥中心已经有同意讲同意奥运、亚运杯分队加大项运动比赛选手，若准备出国比赛，会当带先注疫苗。接近世界羽联年终总决赛参赛选手，总蔡英文感谢选手在疫情期间出国比赛，爱维持训练，该做好防疫，配合隔离。长时间在旅馆隔离的不方便，但是大家都挺过来了，不仅是挺过来了，还用高水准的表现激励了台湾跟世界的球迷。世界球后戴资颖无出席，总统也是对镜头向戴资颖讲辛苦啊，台湾感谢有你。不过就亲像戴资颖伫 IG 所写的，回顾14天居家检疫，也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21天足久的。像奥运积分嘛真重要，真正唔知今年会隔离几届。奥会主席林鸿都中昼出席羽球选手庆功宴的时阵讲，若做有疫苗，希望选手会当优先做。指挥中心回应，尽量配合。体育界也希望能够跟政府来争取，如果开放疫苗的时候，应该让我们的这一些选手能够优先来施打这个疫苗。我想这样子对我们的选手的健康保障会多了一层。
可行性当然是有，不过奥会到底会不会办，或者他办的一些要求是什么？那我们当然会尽量配合这奥会的要求来做相关的后续处理。中华奥会主席为选手争取优先注疫苗，国际奥会鼓励选手伫同学进行注射，但是未强迫。对这样代志，男主单打头名的周天成是讲对疫苗无研究，疫苗入来才来讨论，但是是不是要做，都要看选手甲团队安怎评估。伫这样代志进前，先做好个人防疫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搁在过半年的时间，日本特别举行东京奥运咯。奥运的盛会按算对3月25开始，会经过47个县市到东京。另外，国际奥委会今夜要伫咧澳洲的布里斯本讨论2032年奥运的举办权。美丽的风景、丰富的人文，澳洲布里斯本气候真好，即马阁有可能互选做2032年的奥运举办所在。The Commission, based on this decision, will now start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s with the Brisbane 2032 Committee and the Australian Olympic Committee about their potential to host the Olympic Games 2032 and to further evaluate this. 外国媒体报道，这是 IOC 国际奥委会伫当地理事举行理事会的时阵，针对2032年奥运举办的地点做协商甲条件体检了后，甲候选的城市缩小到澳洲的布里斯本。其中选择的理由包括城市内底已经有8城到9城的相关比赛会场，加上布里斯本有办过国际大型运动比赛经验。下个月7月到8月温度对选手来讲嘛真适合，所以会继续甲澳洲奥委会来对话，一旦确认妥当。提交建议，互总会进行表决。若是最后真正是澳洲来举办奥运，这嘛是伫咧2000年雪梨奥运了后32年来，搁一摆互澳洲主办奥运。另外，即阵无到半冬的东京奥运嘛公布了走盛会的行程，为3月25开始会走遍全国47个都道府县，到时阵要去加入的民众爱遵守规定，嘛鼓励民众会当看转播，避免造成街路人挤人。また聖火リレー沿道及びセレモニー会場におきましてはマスクの着用、大声ではなく拍手などでの応援をお願いいたし、セレモニー会場ではまた事前予約制を取らせていただいて。但是选手的健康安全管理方面 ，IOC 是鼓励选手上暗爱伫6月进前做疫苗，要毋过被强制选手一定爱做。当时阵嘛要求日本政府伫4月底进前决定会当开放观众入场的人数，打造当家上安全、防疫上好的比赛环境。国际新闻的是东朋友。讲到韩战结束到今已经要到68年啊！根据着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当初去轰掠走5万的南韩军人，只剩500人还阁活伫咧。韩国的人权团体也表示讲，即寡人含伊的后代拢封列做是上届价钱的级数，敢若会当做苦工，无法度有其他的选择。人权团体也批评南韩政府，讲因对慰安妇议题是真用心，毋过对即寡做人奴隶的人，确实拢无要出声。根据联合国2014年的调查，韩战期间，赴北韩活掠的韩国军人大约5万人，也毋过超过半世纪过去，只剩500人也活着。除了因为年老死亡，更加侪人是死伫营养不良。即款政府的粮食有偌歹，走离北韩劳改营的犯人，也就是所谓的脱北者，有相当具体描写。 식사도 한 사람당 450g당 밥인데 죽을 만들어서 그람수로 붉어서 줘요. 근데 그 밥도 온전한 게 아니고 다 썩은 거야. 냄새 뿔뿔 나요. POWs, they were given the lowest of lowest Songbun kind of classification because they were over considered that. They had families in South Korea, so they were always under surveillance. 法新社报道指出，若是犯人本人，因的亲人也是后代只要被北韩掠到，同款是会互送到每一个教化所强制劳动。当时因为上低等的身份，即寡人世世代代无法度搬厝换工课，等于是做劳工做到死为止。 You can see this discrepancy. On one hand, there is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for example, fighting for issue of slavery during the war in terms of women that were forced to prostitution, Korean women. On another hand, we don't talk about the slavery system that still exists in North Korea, and these people still work in the mines, and we are completely avoiding this problem.
虽然首尔地方法院顶日作出一项判决，要求北韩政府对捌做过劳工后来走回韩国的政府，当然赔偿相当新台币49万的金额，也毋过民众当局一定无插。也阁有文在寅政府也一直抱北韩的状况之下，因除了有淡薄仔心理安慰，有生之年敢会当看到具体作为，心中拢有一个疑问。公视新闻齐家人编译。香港的影视大头家向华强，因过伫电影内面演出梁武这个角色，应该真出名。不过，因兜说是甲中国有真深的政治关系。向华强和伊的后生进前申请要来到台湾，挖靠亲情做居住的理由，说互内政部国安局陆委会审查了后，用着国家安全做理由驳回伊的申請。喺佢冷酷嚴峻嘅外形背後，我睇到溫暖嘅微光。72歲香港明星向華強，身手也閣真溜達，過去演出攏有這個角色，兩化三地真出名。即馬爸囝兩個人要申請來台灣移親，內政部伊民署請國安局陸委會等單位開聯審會，因為國安的原因改退回。大家的意見認為是說，可能對這個許可辦法裡面剛剛所講22條的相關的規定是有所違背的啦，所以依照個法規的規定啦，尊重相關單位的意見啦。所以不予許可拘留啦。向華強捌做過中國電影基金會名譽副會長，協助中國大外宣，包括宣傳中國愛國主義的電影，建國大業。這個基金會最近承辦全面國防教育放映計劃。行政單位也查出向華強早年在台灣有案例，為了辯護伊民主國際立境，互人認為是中國任務性移民，也過伊本人否認。伊後生向佐是共青團統戰組織的成員，背景真敏感。我是全國青年委員向佐，在這裡祝賀大家新春快樂，牛年大吉。2021年持續關注全國青年，關注祖國的發展和青年的未來。向華強的牽手陳蘭是台灣人，伊後生向佐是帶台灣的藝人郭碧婷有一個查某囝，進前一個月才佇咧台北做伙。陳蘭學了台灣的風景，不過真高調的支持中國，也批評香港反送中，尊重主管機關依法所做成的決定，但對個案我們不予評論。針對向華強爸囝申請案未退回，陸委會講兩個人會當尋求相關的救濟，也能夠再重新申請來台灣移親居留。記者綜合報導。講到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加上施行香港國安法，真濟香港人開始離開香港，轉來到台灣。根據統計，去年香港人來台灣居留人數是有上萬人，也是有史以來上階懸的紀錄。而且因上愛大的所在就是新北市。看到朋友厝外風景真娛樂，佮輕鬆一直陽台啉下晡茶。來自香港的 YouTuber 木木，2017年轉來台灣了後，定定世界看厝，翕開箱影片。伊坦白講，家己是考慮到退休了後，想要找一個更較好的大環境。真濟香港朋友是佇反送中運動甲港版國安法通過施行了後，趕緊搶來台灣住。變很多10倍，打電話過來問我東西問題的人有過千哦，大概有2個月是每一天都要聊10個電話。經過立委會通過，2019年敢若較無6000個香港人會當得到台灣期短6個月以上的居留許可，但是2020年底增加為1.08萬個得到佇台灣期短，也有設立戶籍的定期許可的香港人是1500多個，人數攏創下2016年統計以來新高。內政部的資料公布，香港人上愛大的城市是以新北市上熱門，過來就是台北市、台中甲桃園市。淡水很有名啊，然後就看一看那邊房子，真的很便宜耶，大概30平啊，等於香港的1000尺左右，也是大概200萬也不用，有2行車位，有裝潢這樣子，還看到海這樣子，在香港人來說呢，在香港真是一個夢想來的。出來台灣的香港人是講，新北市、桃園市是一日生活圈，交通環境、工作機會攏是吸引香港人來台的原因。台中市是因為台商濟，經貿往來正接，有相關的地緣關係。港澳人士申請來台，政府一向依據既有的規範，審酌是不是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國家利益等情形，未來還是會來強化審查。陸委會表示，目前港澳人士來台灣的理由主要是讀冊、移親、投資，對香港人申請來台灣的限制甲法規，也會對着香港情勢持續檢討甲應用。記者綜合報道。
伫咧高雄有一个国小的校长去向检举讲，伊伫学校内面开补习班，而且这个补习班是针对有想要做校长的主任，甲因传教考校长的秘诀。听讲一期爱收5000块，若准是无收钱是无大紧大，若准有收钱，恐惊就要食官司。高雄市一个姓曾的校长，互人检举伫校内开班，对象是国中甲国小的主任也是组长。一期13礼拜，上课时间是每礼拜5下晡的4点至7点，每人每期是收5000，利用学校的资源开校长补习班。校长可以自己这样用学校的场地，然后去开班收了30万，到底依据什么样的法源？然后参与遴选协调，又自己当遴选委员，好像高雄的校长是你们家的。曾校长本人出来解释，表示确实有利用学校的空间来组成读书会，不过是以经验分享的理念，予有意要考校长的老师，而且是干那收交通、场租、印刷教材这个费用，指导拢是义务的。师徒制啊，它本来就是分享。我们目标是为了要做好校长，大家相互陪伴。所以后面的这一群师傅，好多师傅很多，他们愿意回来是这样。那2000块的车马补助会吸引不了他们的。那曾校长是表示，这种的运作方式已经10年啊。虽然捌担任过校长遴选委员，不过无法度介入校长的遴选过程。对这样代志，高雄市教育局是已经介入调查，若做出现违法的代志，会依法来处理。在校长的研究还有进修的部分啊，教育局这边其实都是一个尊重的态度哈。那至于收费的状况，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了解细节，那一切会依规定处理。虽然曾校长强调，包括伊在内的校长师傅群，目的是伫咧传承，毋是趁钱。不过牵涉到金钱的收支，校长的身份敏感，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是呼吁市政府爱详细调查，避免伫以后校长的遴选过程中出现无公平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立委蔡碧如25表示讲，有一寡受教育部高等教育青金计划补助的大学，因说摕校务基金去投资碳排放量正悬的产业，违背着这个计划。希望大学就要尽到社会责任的目标，希望这寡大学就要注意这款的状况。教育部对2018年开始执行高等教育青金计划，5万个大学会使发展出多元特色来培养人才。计划其中一项目标是希望大学爱善尽社会责任。不过，立委蔡碧如第25号指出，有一寡大学是倒手摕补助，正手无污染，领补助的同时，竟然去投资高碳排放产业。那有5间的国立大学的校务基金里头，他投资一些高碳排的产业，像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政治大学、跟嘉义大学跟高雄大学，其中有3间大学同时有领取了大学的社会责任的一个补助。蔡碧如强调，不是讲高碳排放的产业就袂使投资，嘛爱看企业敢有咧改善家己对环境的影响。大学应该爱有家己的投资准则。参与记者会环保团体表示，学校若会当带头讲要对高碳排放企业贴资，是会当带动企业转型。例如之前台大的校务基金在做化石燃料撤资的时候，这个台泥就是被撤资的投资标的之一。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泥在被台大校务基金撤资之后呢，他开始在思考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要怎么样去吸引这些关心永续的投资人？互人点名学校内底受补助经验较有争议的投资经验拢上悬的清华大学表示，因本地有参考世界大学永续发展目标政策，避免投资高污染的产业。虽然因确实有投资钢铁产业，不过钢铁业并无包括伫永续发展目标政策的高污染名单内底。若是讲即阵国会认为这款的投资无妥当，因嘛会撤销投资。记者郭碧君、张耀水台北报道。咱台湾嘉南地区的靠环是哪来咧严重？这个月25开始，嘉义甲台南的水情灯号已经来到干嘛式啊？就要减量送水。目前暂停一寡公共设施的维护用水，嘛会针对用水用真少的企业进行省水辅导，希望就是大家做伙来省水。嘉义市知名喷水圆环因为靠下欠水，即马开始暂停使用。伫街路顶面减少涂刷营业的夜水车嘛开始使用回收水。25号起，嘉义县市水情灯号为黄色转做柑仔色，一寡用水即站开始拢爱暂停。第一阶段停止这个供水的对象包括这个喷水池浇灌，
还有冲洗外墙，以及这个街道或者是公园浇这个花草等等，这些我们都会来做一些必要的这个停止供水哈。自来水公司表示，会要求工业区的工业用水要升7%，嘛会专案来辅导每个月用水超过1000度的非工业用户要升10%。针对这个情况，民众虽然真烦恼，但是嘛，敢若会当配合。水没有办法做，因为你这个车子没有高压把它冲掉的话，那个灰尘会在上面。应该会先储水吧，然后就是可能会把洗菜啊的水拿起来，就是浇花啊，种种啊。嘉义市水资源回收中心表示，因一天大约有400至600吨的回收水会当提供给民众来使用，但是这个水敢若通用伫咧一寡建筑道路的清洗，也是摕来压花草，袂使接触到人体，嘛呼吁民众。目前虽然民生用水也未完全受到影响，嘛是爱尽量来省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针对着海草打的公道人士，在去行政院回应媒体时阵，也讲到讲，若准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该对台北港去，规个作业会拖慢11年，特殊北部地区会来欠电。环保团体也批评讲，安尼讲法有影是伤过合。环团甲学者早起再度举行记者会，呼吁各界支持做大公道人士，佮强调唔迫害做大。第3天然气接收站会当刷到台北港，严格行政院却认为未用哩。经济部的评估可能会推迟整个的这个作业达11年哈，北部地区会出现这个电力的缺口。经济部伫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态支持做大公道了后，未一日面册发文，强调开发面积已经缩小9成，闪归做大热区。我指出，三者将供气予大潭电厂，负责全台6%的电力，主要供应北台湾甲新竹。6%的供电呢，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不过，环境规划协会认为，三者敢是会当如期就线，对供电安全影响无大。我认为影响6%供电是有较碰风。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也发文指出，若三接拖延，可能会限制加速减碳的可能。不过减碳无一定只会当透过天然气。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现在要加速就再生能源还有节能的一些政策，这2个去做取代燃煤、减煤，一定是相较来说更具无悔性。马雅新竹生态协会也指出，天然气也是化石燃料，若要达成国家即马减碳目标，三者可能即马投资产业将来却爱可能无用。我们将来所有的天然气接收站，它的设备闲置率会高达40%。如果假设这样的学者的推估没有错的话，那等于我们2025年盖好，用了25年，那400亿就不见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真的是合适的吗？环团批评这块争议，本地会当透过听证会进行深入讨论，不过蔡政府高单无愿意举行，才会希望透过公投，和重大政策有充分讨论的机会，各由公民行使合决，临时像即马，啥物拢是由政府讲得算。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把这个无爱挃的衫拼入去旧衫回收箱内面，不过伫咧新竹市有真侪旧衫回收箱，伫过年这阵啊，拢已经坐甲满出来咯。其实啦，这内面有7成的衫是根本无法度回收再利用的。拍开回收箱啊，二手旧衫裤已经满出来啊，更较含的箱仔边仔的涂骹竟然阁有一堆，有个人等了就走。大附近的民众感觉有淡薄仔困扰。过年人家都买新衣服，旧的回收出来的样子。今一抓回收站车回来旧衫已经缺甲无所在通放。只敢讲，平常时一个月的回收量大概15-16吨，过年前后煞我买20吨，更较互人读较疼的是，一般收回来的旧衫有4至5成通阁再利用。过年期间敢若3成，剩的7成拢成做粪扫。那这个桶子投不能投了，你可以下一个桶子投嘛。它不是，它就跟你放在旁边，那就会造成装烂。下一个人一看到啊，旁边有人丢，我就跟着丢。我们又没有办法去那边站岗去跟他看到底是谁丢的。我们是很微薄的，是什么？挑起来现在在卖那一些，卖多少就算多少。一领清气无破损的衫，平均会当卖到几啊10块。虽然无讲介多，啊，不过会使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处理资源回收的团体甲职工，希望大家发挥公德心，莫搁乌白甲粪扫抌入去回收箱啊，造成因的负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利用无人机救灾已经变作是趋势啊！为了要加强救灾效率，高雄市消防局已经有53人考调65张无人机操作的证照。有无人机了后，救灾唔那快速，消防人员也加较安全。不管是出动救援人员赶紧救落水的民众，也是工场火警，对天顶看现场会当看较详细，拢是因为有这台。遥控无人机豆豆啊飞起来，停伫半空中，佮会当广播。莫讲伤紧伤狂安尼，因为有时阵唔知啥物时阵会有风来，啊风一吹过来，可能就飞起，啊飞起的时阵一定会失去控制。这几个消防局人员当咧训练操作无人机，因伫去年拢已经摕到无人机专业的证照。伫高雄市消防局拢总有53人考调65张证照，嘛有的是一人就摕到3张。包含投掷，还有人群上方可以飞行，接着是超过400英尺高度，还有夜间飞行，这些都必须专业级的证照才能去执行。自己又购买一台，就是喜欢在航拍。现场真侪少年的消防人员，平常时就有咧耍遥控无人机，因拢看到无人机是未来的趋势。目前高雄市有20台，拄到大型火场、落水，也是山区救援等等紧急状况，拢会使随时出动无人机。当用迄个红外线，就会当看倒位温度较悬。安尼就会使知影讲进火场的小倒位火较严可能有倒位有人嘛会当看会到。灾害的发生，它没有办法确定不定性，所以我们有依照民防法的规定来跟这个民航局这边来做一个设计，就某一些的一个管制区部分那是由事先申请的这一个程序那我们在执行救灾的时候，可以就用这个直接通知这个方式。无人机唔那随甲天顶翕到的影像传回来，消防局当咧评估未来要安怎进一步执行弹拍火弹等等的任务，利用科技救灾提升效率，嘛保护救灾人员的安全。记者陈嘉文高雄报道。有一位心理师，伊私底下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民谣乐团的主唱。因去年有发第3张的专辑，引用1947年的台湾社会背景做历史故事，把这个228事件写入内面，用音乐来记录这段历史。悲情的歌声甲摇滚的节奏正斗搭，台湾民谣金属乐团行过3途，去年出一张专辑《禁望》，以战后国民政府来台进前的社会做背景，唱出当时人民拄到的生离死别。就是用的做侪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伊其实唔是啥物种文明的人，所以这种留落来的这些人的感情，迄时阵看。有一本册叫《无法送达的情书》，就是遗书。迄时阵看迄册，遐个心情，就是甲伊，就是想讲试看卖甲伊写落来安尼。主唱周慕姿，另外一个身份是心理治疗师。这摆的专辑是延续顶一张的故事，其中一条歌《高顶微微》，希望大家透过音乐思考过去的历史，甲伤痛记好条，莫互悲剧大重演。高中的时阵，第一摆看到一本册叫做《家人渔港228》，基隆渔港228。迄是我第一届，就是知影228伊较详细的即个历史。迄时阵看就是一直哭，我就希望讲会使互做这人，这是一个文化创伤。这张专辑的故事背景，佮选用早前的家人讲，嘛有特别的意涵。和平岛已经叫做社寮岛，希望讲大家知影讲，其实即摆咱想的迄
地名可能拢是美化后的地名，其实已经拢有一个故事。这张专辑10条歌听起来有淡薄悲伤，这嘛是行过3度的第3张唱片，因希望台湾人会当透过歌谣来对应这段较早袂当讲出来的悲欢离合。记者陈雅文、徐凯、曾派文台北报道。经典的舞台剧《暗恋桃花源》经过35年了后，导演赖声川推出新作品《江魂之间》，甲《暗恋桃花源》内面的男女主角江滨柳、婚之环，因为战争所产生的遗憾甲欠缺，用批信来表现，也展现1949年了后军人来台湾的生命缩影。舞台剧《暗恋桃花源》以暗恋甲桃花源两个剧团要抢排练场为出发，让观众的心情伫咧悲剧甲喜剧来回回，伫咧国际上，互人讲是华府的经典剧作。迄来这对情人江滨柳、婚之环，熟悉恋爱，战火分开几60年，中的遗憾甲抗悲，有新作品《江魂之间》来播。《暗恋桃花源》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叫留白，就留给观众自己去想的一些层次。江云之间就回答了很多这些问题。两个人写信给彼此一辈子，这是一种感觉；你要写信给彼此，然后收不到，那这是另外一种感觉。暗恋桃花源自1986年首演到即嘛，已经演过几种版本。这遍新作品的重要角色婚之环加江滨柳，是第4遍演的小爱加第1遍演舞台剧的张震。江滨柳对我来讲，他很熟悉，但是我也希望我可以贴近之前几个版本的江滨柳，但我同时也希望看看这个里面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江滨柳的路子，我不知道，但是它有可能性。因为他们的流离颠沛，分离，有暗恋，有江云之间这个故事，它也许是一个非常抒情的、非常文艺的。我自己心中隐隐的希望能够明白。这种悲剧可不可以不要再出现了？戏内面的乐曲由音乐家吴德虎负责，因为疫情，去年2天期取消台湾国际艺术节的演出，今年3月再度回归。19档的节目内面有9成是本土的创作，希望可戏迷更加侪精彩的好作品。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委托中央社进行国际影音平台的争夺计划，第3月底就特别到期啊。公司董事会今日召开会议，落尾决定讲，在依持公司独立自主的前提之下，去争取甲国际影音平台接落来。详细决定会搁再来讨论。政府去年开始推动的国际影音平台，本地委托公司执行，也毋过因为政府污取春日公司的集集声音，文化部就宣布终止委托，改由中央社接手监督计划。因为中央社专精伫网络新闻，即卖的影音设备无一定符合平台需要，加上监督计划将伫3月底到期，公司初5召开临时董事会，决定争取国际影音平台的评估动作。文化部仍然想推动这件事情，然后公司也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好好去讨论如何设计出一个真正的合理可行、可以执行的计划。事实上，公共电视台来做是一个，我不管在内容上面哦，在整个策略上面，对台湾都是一件，我认为是一件是有利的事情啊。对争取平台一事，公司董事罗冠基成经过2点钟的讨论，最后以共识决通过，伫维持公司的独立自主前提，争取承接国际影音平台。刚刚有一个决议，哈，就是我们是决议要去争取这个国际影音平台。那同时呢，也是决议说，在正式签约之前，还要过一次董事会。希望我们董事会的立场就是我们要踩稳我们公示法所对我们公广集团的要求啊，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规范是一定要遵守的。公司强调，将以现有的能量甲资源进行内容规划，也强调，若讲由公司执行平台的营运，会更加彰显台湾的民族价值，建立国际话语权。文化部表示，尊重公司董事会决定，乐观其成。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
东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2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